微软的方面收件服务，帮忙指挥交通。今年快速通呢，先绕线活动，4、5天了，中午的中午就这样的，中午的就这样的中间，全国第一大长12公尺左右，重大概1公吨。通往人口105人，1月3号，农历丙申的5月29号，连续5天绕线，最后5天圆满。上午东南边，太平路绕线，中午跟9年到下午1点2号，在水谷，台湾的4年地电，人效阵头很多呢。本来市民快速公参加绕线活动。